今日嘅影片係分享我哋喺日本江山縣津山市4日3夜嘅旅遊。津山市歷史悠久，有優美嘅自然美景、豐富歷史遺跡與文化。呢度好難會遇到一個外地遊客可以好悠閒嘅欣賞風景，十分寫意。我哋而家係喺津山市嘅津山驛，啱啱從鳥取市成因美線列車嚟到呢度。津山驛頗有規模，係江山縣北部嘅主要車站。我哋已經走出咗車站，入口木匾額上刻嘅津山驛，黑色大字好有氣勢。我哋喺津山入住露英酒店津山站前，步出車站已經睇到酒店大樓，睇嚟頗為豪華。酒店喺車站附近，十分方便。而家就步行往酒店，步行一陣就嚟到，係一間好有規模嘅溫泉酒店，附設天然溫泉女人之湯，供住客免費享用。酒店位置更係優越，就坐落喺流水重重嘅吉井村畔，環境一流。好，而家就進入酒店辦理 check in。酒店大堂好寬敞，好舒適。露英酒店亦係一間日本連鎖酒店，喺日本各縣共有21間酒店。大堂休息區有免費自助咖啡機，供應時間係早上6點30分至10點，同下晝3點至晚上11點。至於天然溫泉女人之湯，營業時間係清晨5點至朝早10點，同埋下晝3點至深夜2點。酒店共有10層，1樓係大浴場、餐廳同服務大堂，其餘樓層就係客室。我哋嘅房間喺7樓，同大家嚟開箱一下呢個雙人房間。進入房間，第一個感覺係光線柔和，裝修風格簡約。房間面積尚算寬敞，2個人一齊走動冇問題。窗外視野全無遮擋，十分開揚，面對青翠山巒，景色一流。好鍾意呢個休憩空間，喺呢度工作、休息、滑手機同埋睇電視都好舒適。浴廁有免治馬桶、淋浴設備及基本盥洗用品，乾淨整潔。酒店附設大浴場，我哋當然往嗰度沖涼同泡湯，超級享受。仲有水龍頭嘅水可以直接飲用。津山市小田中有一間日式連鎖餐廳 Joyful， 就提早去嗰度食晚餐。嚟到4月底，沿途經過嘅紫藤花已經盛開，亦表示我哋呢日本之旅嚟到旅程尾段啦。步行約45分鐘就嚟到 Joyful， 一間座位舒適、食物素質好好、價錢親民嘅西餐廳。嚟到江山縣嘅津山都係食 Joyful Cafe， 梗係鍾情於佢個專程嚟食牛肉和牛嘅，我就豬頭胃口啦，食個雜菜炒豚肉定食。食完晚餐，慢慢步行返回酒店，經過橫塘吉井村兩岸嘅金井橋，就順道走到橋上睇風景。呢個時候正值黃昏時分，太陽緩緩西下，夕陽餘暉，將西邊雲朵同河水染成一片金黃，景色美麗迷人。日落係天下間最平凡嘅自然現象，亦係天下間最扣人心弦、百看不厭嘅景色。用咁浪漫嘅氣氛嚟結束今日嘅行程，實在滿足。大家早，我哋先到酒店1樓餐廳食早餐。餐廳面積好大，提供豐富嘅日式同西式自助早餐，菜式多樣，
包括新鮮蔬果、沙拉、味噌湯、烤魚、烤雞、煎蛋、香腸、豆腐、炒麵、納豆、多款麵包同多款小菜。早餐除咗豐盛之外，味道仲好好，十分滿足。我哋今日喺津山市主要遊覽城東傳統嘅建造物群保存地區，日本8大名城之一嘅津山城，仲有環境優美嘅眾樂園，全程都係雙腳，輕鬆寫意。OK， 出發。步出酒店已經係吉井村畔，風景十分優美，就先到河邊走走同睇下風景。跟住沿金津屋橋走到吉井村對岸。喺江戶時代，呢一帶嘅吉井村兩岸係貿易中心，農產品等商品從呢度經水路運往下游各地，十分熱鬧。跨過金津屋橋，沿出雲街道走一陣，迎面嘅河流就係宮村。跨過津山大橋，就嚟到城東傳統嘅建造物群保存地區。好，而家就四處參觀。津山市城東傳統嘅建造物群保存地區，面積8.1公頃，包括橋本町、林田町、聖佑町、中之町、西新町同東新町，共有231棟傳統建築。喺17世紀至19世紀期間，而家嘅津山市中心區域係政治及經濟中心，商貿往來頻繁。而津山城南面，由於鄰近吉井村，有利農產品等商品從呢度經水路運往下游各地。河流兩邊區域亦因此逐漸發展為商家町，興建咗好多商人居住嘅住宅。因貿易不斷發展，商家町嘅範圍亦都逐漸擴張，最後跨越咗位於津山城東側嘅宮村。而家位於宮村東側嘅區域，就係津山市城東傳統嘅建造物群保存地區。到咗20世紀後期，津山市失去咗商業中心嘅重要地位，但由於過去嘅商家町，大部分嘅房子仍然被保留落嚟。喺2013年被列為重要傳統嘅建造物群保存地區。跟住係去今日第二個景點津山城。津山城就喺宮村對岸嘅鶴山上。好，而家就步行到嗰度，跨過津山大橋，位於宮村畔。津山城下呢個地區叫材木町。喺興建津山城嘅時候，呢度被用作儲存木材嘅倉庫，因而得名。跟住只要朝津山城嘅方向走就可以，絕對唔會走錯路嘅。嚟到一條通往山上嘅長長石階下面，肯定係往津山城啦。嚟到石階上面，迎面係高高嘅石垣，呢度係津山城外圍嘅地方。沿石垣下嘅步道繼續向前走。雖然睇過日本城堡嘅陡峭石垣無數次，但每次總覺得好宏偉、好震撼。我哋已經嚟到津山城入口，呢度樹立咗築城高手，曾參與興建大阪城嘅森中正公銅像。津山城即鶴山公園嘅售票處就喺入口前，大人每位310日元。津山城係日本100名城之一，又收集多一個日本名城啦。進入津山城，首先嚟到三之院，呢度已經睇到屹立於本院上嘅備中路。每次參觀日本城堡，目標都係登上地勢最高嘅本院，呢次當然亦不例外。OK， 開始登城。津山城建於江戶時代初期，又稱鶴山城，係日本3大平山城之一，亦都係日本100名城之一。
嚟到三之院最高嘅地區，而家係4月底，棚上嘅紫藤花正盛開，十分漂亮。沿石街繼續往上走，嚟到二之院，優雅嘅秘鐘路就喺石垣上。沿步道繼續向前走，四周嘅櫻花樹已經換上青翠新衣。鶴山公園係著名賞櫻勝地，種植咗大約1000株櫻花樹，係日本櫻花名所百選之一。如果係4月上旬嚟，當櫻花盛開時，同高聳石牆互相交織，景色必定美絕。迎面又係幾段陡峭險要嘅石階，呢度係切守門跡，曾經有一個巨大嘅老門，係通往本院嘅入口。穿過切守門跡嚟到古老跡，剛才參觀嘅城東傳統嘅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就喺腳下，呢度係眺望宮村東面村落嘅最佳地點。繼續向前走，當穿過表鐵門跡，就進入咗本院，展現眼前嘅建築物係秘鐘路。秘鐘路前有一個長長嘅紫藤花棚，棚上嘅紫藤花正盛開，同優雅嘅秘鐘路串連起來，景色美絕。2005年，為紀念築城400週年紀念，根據約200年前嘅繪圖同其他史料，採用當時嘅建築工法，把秘鐘路復原，內部展示城郭內部，俾遊客能一窺昔日風貌。參觀完秘鐘路，跟住喺本院四處走走。津山城最早嘅歷史可追溯至室町時代，因發生多次戰亂，最終於15世紀末遭廢棄。到咗江戶時代，津山城於1603年重新築造，耗費巨資，動用幾萬勞工，歷時大約13年，至1616年大致完成。津山城採用當時最先進嘅築城技術，以鶴山為核心，面積廣闊，四周以高達10公尺石垣環繞。城內擁有大大小小老樓，共77座，數量比姬路城同廣島城仲要多。1873年實施廢城令，天守閣、御殿同埋老等建築皆被拆除，但超過10公尺嘅石垣仍然保存良好，俾旅客憑吊呢度過往嘅輝煌歷史。好，而家登上津山城最高嘅天守閣。登上天守閣石階旁嘅石垣中，有一塊好似心形嘅石頭，稱為愛之奇石。
據講，觸摸呢塊石頭嘅情侶就能夠實現戀愛願望。嗱，呢度就係津山城嘅天守台啦。天守閣早已經唔喺度噶啦嚇，剩低個地基喺度嘅嚇。呢度地勢係非常非常高，景色係好壯麗嘅，好正。津山城雖然唔再係當年咁宏偉，但係仲有保存完整宏偉嘅石垣同復原嘅避鐘樓，企喺天守閣眺望津山市壯麗景色，令人讚嘆。加上鶴山公園嘅四季自然美景，津山城絕對係值得遊覽嘅古蹟。好，津山城跡嘅行程就到呢度，跟住步行到津山市著名日本庭園眾樂園。從千石板離開津山城，步行大約半個鐘就嚟到眾樂園。眾樂園佔地面積約28,000平方米，係津山市著名日本庭園，更以景觀精緻聞名於世。眾樂園歷史悠久，建於約360年前嘅江戶時代，當時由京都造園師設計，因此庭園充滿咗京都風情嘅優雅氛圍。眾樂園係日本傳統嘅回遊式庭園，園內有多個大小池塘，以精心修剪嘅松樹環繞，搭配橋樑、假山、茶室同涼亭。漫步於回遊步道，彷彿置身於山水畫中。遊覽完眾樂園，跟住循沿路步行返回市區。好，津山市第2日行程就到呢度。我哋今日喺津山市有3個主要行程。第一，津山鐵道博物館；第二，登上位於石山山頂嘅石山寺；第三，登上位於神南鼻山山腰嘅長髮寺多寶塔，全程都係雙腳。OK， 出發。第一站係津山鐵道博物館，離酒店不遠，慢慢步行，約15分鐘就抵達。博物館營業時間係上午9點到下午4點。估唔到購票時竟然又有意外驚喜。嚟津山鐵道館咧，記住咧，你假如去完津山城鶴山公園咧，係有優惠嘅。張飛千祈唔好掉，好彩我影相影咗啫，都係。嗱，今日嚟呢個博物館啊，呢個津山鐵路博物館咧，喂，意外驚喜啊！原來咧，我哋琴日咧去咗嗰個叫咩啊？津山城嗰個公園啊。鶴山公園。係啦，咁咧原來咧嗰張票你有買嗰張票咧就有折扣。原本301 yen 咧，因為我哋可以 prove 到我哋有去過咧，其實張票就抌咗。好彩有影相，俾佢睇翻佢琴日有去過，咁就240 yen 嚟。唉，以後啲飛都唔好亂掟，同埋最緊要影相。嗱，另一個好彩點解咧？我通常咧，我想個相機咧個 memory 好細嘅，我通常晚晚都洗嘅。我琴日比較攰啲，係唔得閒洗。夜咧，跟住咧聽朝一次過影埋，嗰個行程唔係咁多咧，咁影相唔多咧，所以略一次過先洗咧。好彩，show 到俾你睇。係啊 ，OK。津山鐵道博物館為日本現存第2大規模線型車庫，僅次於京都嘅梅小路線型車庫。津山鐵道博物館原址係於1926年建造嘅津山線型機車廠，共有17條鐵軌，用於維修蒸汽機車。隨住火車步向電氣化，於1984年被廢棄，其後轉型為教育性鐵道博物館，保存鐵道遺產並推廣當地歷史。喺2008年開館。
博物館主要分為3個區域：鐵道遺構區，呢度展示咗舊線型車庫、轉車台、蒸汽機車動輪及多輛保存機車，步行於車庫中，感受大正時代嘅鐵道工程風貌。鐵道歷史與學習區，呢度介紹江山鐵道嘅發展史，由1890年到未來嘅2030年，資料十分詳盡。仲有以多媒體介紹各款火車模型，以有趣互動方式了解車輛設計同鐵路運作原理。係唔得㗎。懷舊火車站售票處等等，鐵道迷必定盡興而返。鐵道立體模型區，呢度有一個互動大型立體模型，重現津山市街景與鐵道風景，仲有模擬司機體驗，十分有趣。第2站係位於長壽山山頂嘅石山寺。石山寺係津山市著名寺院，沿途都有標示引領，唔會走錯路嘅。行過路邊竟然有紫藤啊！通常啲紫藤咧都係掛喺嗰啲棚嗰度噶嘛，好難摸到佢啊！竟然喺路邊有一棵。步行約10分鐘就嚟到石山寺登山口。石山寺位於海拔高175公尺嘅長壽山上，從呢度開始要登山啦。開始嘅一段登山步道已經十分陡斜。走起嚟頗為吃力，走咗一陣，開始進入山區，步道臨陰蔽天，遮蔽咗猛烈太陽，感覺舒服咗一啲。步道蜿蜒而上，越接近山頂就越陡斜，比估計嘅辛苦好多。花蝶岩個入口喺呢度啊，Google Map嗰係唔啱嘅，Google Map嗰個錯嘅，行唔到嘅。從登山口開始計算，步行咗大約25分鐘，終於嚟到石山寺。石山寺創建於1603年，至於起源可追溯到津山藩初代，喺築建津山城時候，因為需要大量石材，所以喺呢度開採石材。但係喺石材切割過程中，事故與傷亡頻生。為祈求公事安全並悼念亡者，就喺呢度建立小型殿堂，供奉摩利支天。呢個就係石山寺嘅起源。因長壽山整座山嘅主體以岩石構成，故又稱石山。只要細心留意，就會發覺石山寺係建在巨大石頭上。呢度保留咗當年築建津山城嘅時候切割同埋開採石材嘅遺址，而家就去參觀。石山寺後邊有幾塊巨石，上面排列整齊嘅方形小孔，就係420幾年前切割同開採石材嘅遺址，足以證明古代人嘅高度智慧與聰明。喺日本曾經睇過一啲切割同埋開採石材嘅遺跡，但咁大嘅遺址仲係第一次，十分震撼，真係不枉此行。都簡單講下切割採石嘅方法。首先，工匠用錘子同鑿子喺岩石上鑿出一排小而均勻嘅方孔，接住將鋼製嘅楔子插入呢啲方孔中，然後用大錘子均勻咁敲擊楔子，並同時大力加以橫向壓力，直到石頭沿住鑿孔裂開。呢啲就係採石後石頭裂開遺下嘅痕跡。第3站，登上位於神南鼻山上嘅長法寺多寶塔，離開石山寺，循原路返回山下，再繼續向前走。呢一段路嘅風景唔錯，好寫意。嚟到一個岔路口，冇標示，估計左邊上山嘅小路係往長法寺，就循呢個方向走。當睇見呢個鐘樓，就知道已經嚟到長法寺。長法寺推算創建於公元729至749年間，屬於天台宗嘅古剎，係當地信仰中心。長法寺係日本知名嘅繡球花寺，每年6月
約35種，3500株繡球花同時盛開，非常漂亮。我嘅目標係長發寺多寶塔，繼續往山上走。馬路非常陡斜，走起嚟十分辛苦，越走越高，視野越嚟越廣闊，景色越嚟越優美。嚟到一條通往山上嘅石階下，抬頭一望，長發寺多寶塔就喺山坡上，沿呢石階走肯定啱啦。走上長長曲折嘅石階，嚟到山上，迎面就係設計好特別嘅長發寺多寶塔。多寶塔係為咗紀念長發寺創建1150週年，喺1999年建造。多寶塔高約25公尺，係一座2層嘅建築，由柏木製成，下層為3開間方形，上層為圓形，銅製屋頂，頂部係金色嘅塔尖，塔內供奉住大日如來坐像。從多寶塔眺望山下景色非常壯觀，如果來津山市旅遊，一定要嚟呢度。嗱，呢度係長發寺嘅多寶塔，因為喺山上邊咧，所以嗰個景觀係非常之壯麗啊！成個津山市就喺咗下邊啊！好正。好，跟住循原路返回山下嘅長發寺同 Kathy 會合。我哋從另外一個出口離開，原來呢個先至係長發寺嘅山門出入口。我哋今日喺津山市中心嘅 Tomato and Onion 西餐廳食晚餐，位置就喺津山驛前。餐廳面積好大，裝修擺設亦不俗。津山就食鋸扒晚餐啊！鋪頭名係叫 Tomato and Onion 啊，都幾大間下嘅。我叫一個稀有部位嘅牛扒，唔知咩稀有啦。啊 ，Kathy 一樣啦，都係稀有嘅嚇。一個就120 gram， 一個就150 gram 啊！正唔正先？嗱，咬兩啖咯，正唔正？好正，好正。好。啊，叫一個 drink bar 咯嚇。嗱，今次佢呢個就係大概係8成熟嘅，差唔多7成8成度啦，但係都係好腍好腍 ，OK， 好腍，同埋好好味。好，津山市4日3夜嘅所有行程就到呢度，總嘅嚟講非常完美。聽日我哋會乘火車到兵庫縣西南面嘅基路市，喺呢度逗留半日，再轉乘火車到神戶市。下一個影片再見啦！